製造同創造係兩回事。逢親藝術嘅嘢，創新真係好重要嘅。給你講個小故事。石香園嶺南畫派發源地。點解廣州美術學院要建喺嗰度呢？開頭好多人係唔知道嘅。佢嶺南畫派就喺嗰度發源嘅。佢附近呢，有一座山，嗰座叫做格山。我哋細路仔呢，我阿叔帶我去美院嗰度呢，都一定要經過呢個格山嘅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就喺格山嗰度咧，就見到有塊圖片突出嚟。阿叔啊，咦？呢個嘢好似係漢代嘅喎，一個陶罐，真係漢代嘅陶罐。因為佢當時係做幕僚㗎嘛，之後咧就搞咗可園，之後又翻嚟橋頭格山嗰度，就起翻佢哋自己一個園，十香園。按照佢個風格因為佢畢竟係做幕僚，就唔似人哋做官咁多錢啦所以佢比佢細好多。佢做園嘅手法係非常之好嘅。點解咧？嗱，本來咧一個建築一個園林，你直接行入去就得啦但佢唔係，先整一條內巷自己嘅巷人哋一入去。得條巷咁窄嘅一條巷即係俾人哋一個壓抑先，首先然後一轉入佢個園嗰度，又一條內巷嗰條咧就掛住一個匾嘅，寫住十香園嘅，旁邊咧就係蕭月琴館啦。再入去嘅時候，先一個大院突然間開闊，咁俾人哋覺得哇，原來咁大嘅呢啲係中國嘅造園手法嚟嘅，同皇家園林唔同啊嘛。皇家園林你要幾大有幾大啊嘛，所以咧佢雖然嘅園林雖小五臟俱全，嗰啲造園手法非常好，而且一入去咧一對住咧嗰嚿景石，仲有條藤廊放盆景因為佢以前咧好中意寫生嘅，嶺南畫派就係以寫生入畫噶嘛所以佢以前四周圍都係菜地嚟嘅，好多草叢咩，佢哋專登去揾啲草叢去寫生，創立佢自己嘅畫派嘅。呢三個咧都係好重要咧，就係佢哋係受移居影響嘅。佢哋最早咧都係同移居學嘅，後來佢哋先再去日本嗰度留學。就將嗰啲日本畫結合佢哋所學嘅嗰啲繪畫知識先至創建咗嶺南畫派。撞粉撞水後來嶺南畫派用呢啲手法，應該都係移居嘅手法嚟噶嘛。我頭先所講嘅，佢係以寫生入畫噶嘛，好主要噶嘛。而且佢咧融換一啲西洋畫法、東洋畫法都有噶嘛，好多都係。有啲用啲西洋嗰啲顏料所以咧佢畫出啲色彩都特別靚嘅。因為佢嶺南派咧，畢竟有好多創新，可以俾人哋面目一新啊嘛。逢親藝術嘅嘢，創新真係好重要嘅。你跟人哋學當然係重要但係咧喺人哋嘅基礎上有新嘅面貌。前有古人啦後有來者製造同創造係兩回事創造係好難嘅，跟人哋學用乜嘢我畫到你一模一樣咪得咯。呢個咧就唔係藝術啊嘛。當時亦都有好多保守嘅嗰啲都認為呢啲唔中唔西嘅嘢唔係中國畫。佢創作咗一個咁嘅風格，所以佢可以立足喺畫壇所以咧嶺南畫派可以立足。一段小故事，一個大時代。